就来到南投的仁爱乡南丰村这庄，大约有8户人家的厝，这个土石流是灌入去厝内。这个厝的内底是大量的土石，厝的外口过来做大水。有一对老翁婆，因为这个太太目睭无快，听到这个土石灌入来的声，是惊到心脏用要停去。伊的翁婿赶紧冲入去厝内，甲救出来。两个老翁某差一点点啊，就互土石甲淹去。 哇，这样子，里面那个还有一个电话都没办法。行入客厅一看，这个土石啊，拢是为后尾门啊冲入来，规涂骹拢是大细粒的石头。边个房间内底嘛同款，面床已经弄歪去啊，房间的门和土石啊弄歹伫涂骹。什么时候发生的？下午2点多快3点。那时候你们在干嘛？在客厅。所以就是马上跑出来。对对。 南投仁爱乡南丰村拄着土石流，这间人家厝就要毁掉去。看到这石头，想要清嘛，唔知要为倒位开始。这个土石流就慢慢的过来了，从上面这样慢慢下来，这样。老先生牵伊某转去因厝，看到田拢积水，有够艰苦，而且险险啊发生不幸。我老公救我啊，把我拉出来啊。哦，那时候很紧急就对了。对，很快那个水。 厝主的太太失明，想起了土石流发生前，伊听到一声真大声，惊一跳。我老公是在外面救清这个水沟，不要让那个水进去没。我人在里面，然后水来不及救的时候没办法当中，然后就把我拉出来了。厝主的太太讲，因先生冲入厝内，伊的手甲牵的，带伊赶紧走。无偌久，尔土石流就往后壁冲入去，边仔个厝嘛，互土石啊包围掉咧，敢若剩厝顶看有尔。这摆风灾，南丰村有7、8间的人家厝，唔是好水淹去，就是好土石流冲入去。真正啦，在地人拢讲，这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一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